哦，前往那个文化中心啊，看到这个公园呢，以前的心灵公园在里面，以前还有那个神社呢，后来变那个心灵属立医院啊，改建成医院。北边的实践堂，你看右边那个心灵区公所了，心灵区公所以前镇公所，后来就变区公所、市公所，好像也有一阵子是市公所，后来就县市合并就变区公所。南宁丽都新了，好像每年2年一次办那个南宁国际民俗艺术节。南宁国际民俗艺术节正前方那个心灵医院的心灵医院，在民国60年代还有那个什么，好像神社还是什么，60年代有没有确定？可以网络搜寻看看。神社古建筑，60年代还有那个军训的活动啊，穿那个军训服装来这边集会办活动。像国庆日的集会活动啊，